亲啊，继续来看金门马祖甲中国的小三通，因为疫情断将近3年，随着农历的过年要到了，两花是不是会过来恢复小三通呢？先是有国民党的立委到厦门去沟通，刷来指挥官王必胜嘛到金门去看防疫甲小三通的准备，但是行政院长苏贞昌说讲，小三通若是开，恐惊对华的民众会来台湾抢药啊！会妨害台湾的防疫，国民党的立委痛骂，讲苏院长的官度真正是假甲涂骹。还有量体温。今摆县长当选人甲国民党立委李长去厦门反映台湾的产品被禁的问题嘛，希望讲重开小三通。同一天，中央疫情指挥官王必胜嘛带团去金门巡视防疫问题，评估两岸小三通各项的准备状况，敢要重开小三通，行政院长苏贞昌安尼讲：轻率的，不管疫情，也不管中国人的抢药，随便就是大开国门。那过去中国人到香港去抢药的情况，大家看见，对于国人的健康也不能交代。苏贞昌认为这次若开始个交流，恐惊影响到台湾的防疫，也不过抢药啊，这个讲法呢，国民党立委真不满。抢什么药啊？抢高端啊！我们欢迎啊，我们赶快送走啊！高端水药。苏贞昌好像高度太低了，高度已经低到趴在地上了。是要重新开启，但应该要等中国的这一波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比较好的时机点？中国这段时间以来对台湾的一些不友善的行为，确实也会让双方之间产生一些紧张关系。总统府是表示讲，两岸边境解封后，依然需要依照上新的疫情发展，甲整体情势来评估，目前也未定案。不过，民进党立委讲甲正白，讲中国对台禁令影响到开放的时间。